中共9月初3要伫咧北京天安门头前举行阅兵典礼，由于会禁止公职官兵参与，相当会取消退休俸。立法院今仔通过防灾特别条例，预算增加到600亿，限定灾后重建专款专用，有12县市停好用。这少一个查甫人乱刺台中捷运的电扶梯，紧急暂停的开关，虽然当场绕跑，不过暂时有断到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年呢，是这自建将建的80周年，中共打算9月初3要伫咧北京天安门头前举行阅兵典礼。咱的陆委会就讲呢，这中共甲纪念活动摕来乱斗，目的就是要强化这一中原则，消灭掉中华民国。而且也宣布讲，禁止中央地方的政府官员做过国防外交，甚至是国安，也个这小将以上的人员呢，袂当去到中国参加活动，违规者上严重会取消退休俸。今日是日战将战80周年，中国伫9月初3要伫北京天安门头前来举行阅兵典礼，进前第一摆彩排，出动中国军队、陆海空部队差不多22000人。咱这边嘛宣布讲，禁止中央地方政府的人员，佮有捌做国防外交、国安，也是少将以上的人员去中国参加相关活动，违反者会罚钱、停止，也是取消因的退休俸，含加分种交登来。中共的这样的93阅兵典礼呢，就会违反了93条。那我想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置。中华民国对日抗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存在，但中共政权近年来一再扭曲事实，误导国人，混淆国际社会认知。陆委会指出讲，中国顽强事实，继续主导对日抗战的纪念活动，目的是要强化一中原则，消灭中华民国。台湾民众拢未认同，但退休将领的看法有诶无同。你不要拿着宪法反宪法，那我反对。言不正言不顺啊，违背历史事实啊。那事实上，中国只是拿来作为对台湾的一种统战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摆陆委会命令禁止的做法嘛，搁一摆引起调野的论战。我要请行政院先了解一下，这是不是有抵触宪法相关的规定？就是人民有行动的自由，先了解是否合宪啊？还有这个事情啊，是否要送到立法院？大家一起来商议。在台湾就是有明确的法规，不应该去。助纣为虐，甚至于是跟着宣扬中共的国威。总统赖清德是伫社群平台发文指出讲，二战是历史灾难，因为少数独裁者的霸权野心，互将在国家拢捲入无情的战火。若是威权主义，搁一摆集结扩张，一定要会记得二战的教训，团结一致，互侵略无法度成功，互自由民主长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后礼拜啦，又有一批罢免投票。这南投县选委会今仔日举办电视说明会，立委马文君人无来，甲那这罢免领衔人詹旭凯来发言，伊是提出7大质疑。马文君就讲这拢是抹黑。另外，立委尤浩也互批评讲，做立委了后去到中国3届，搁再提案要甲这中国配偶对6年改做4年，会当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那尤浩也讲，这拢是罢免团体伫改抹红。823罢免投票就伫要到啊！南投第1选区立委马文君，第2选区立委尤浩罢免案说明会拢伫咧15举行。代表人林敬同指出，尤浩做立委了后去中国3届，提案中国配偶年限6年改4年等等，批评伊做的代志甲南投的民生、经济、医疗拢无关系。因为尤浩是反击霸团，甲伊做红。当选立法委员之后，附中3次，其中1次他去参加海峡两岸青年论坛，洪秀柱前主席在台上说两岸终将统一，那他就在台下听，他对这个到底有什么看法？还是说他认为这是两岸的正常交流？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把观光客带来南投，把台湾的农产好茶外销大陆与国际，这也是罢免理由的话，只能说搞台独搞过了头，搞罢免搞昏了头。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罢免案说明会，马文君并无到现场，敢若由罢免方代表人詹旭凯发言。伊列出罢免的理由，包括马文君牵涉沾染涉密的记录，缩减中国配偶6年改4年，台农业部甲托用相关的预算等等7大质疑，呼吁乡亲8月23到同意罢免，互南投受到重视。这次罢免不是仇恨的延续，
而是责任的提醒。我们值得更好的立委。马文君在我们这个选区已经担任立委近20年，我们没有看见南投成为我们期盼的样子。霸团不断的用抹黑、造谣的方式，不实的资料一直在指控，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善。所以，与其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不实指控的回应，我们还不如落实做一些实事。第2波的罢免案就剩上尾的1礼拜，其中南投县立委马文君甲尤浩拢是罢团重点的对象。迄人那边是出动两党的主席朱立伦、吴国昌，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15反恶霸的暗会，嘛会出席来徛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核三，今日来订判后礼拜六，也就是8月23要来进行公投咯。民众党今仔日是启动全国车队，伫咧扫街，争取民众的这个意见，希望当这同意票。不过呢，这立委吴国昌核令的立场和进前无共款，受外界质疑。伊是强调讲，因为国际趋势在咧改变，台湾袂当无进步。823展开核酸公投，剩最后8天，民众党开始全国大清扫。党主席吴国昌带党公职为新北市会前出发，骑上战车争取民众支持。民进党过去错误的能源政策，让台湾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蹉跎了，我们更不应该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把这一个重要的议题再次的交给台湾人民来加以决定。互人质疑对核能立场改变，吴国昌表示，是因为目前台湾面临国际精灵碳排趋势，加 AI 产业发展需求，民团嘛会发起反对展开核三的游行，拜六下晡为台出发。我今年20岁，所以我很关心这些可能活得比我还很久、更久的核废料，它最终到底要去到哪里？各位朋友，核电不是万灵丹，而我们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减煤，是增绿。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电力需求，就把这些风险推给未来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下一代。进前伫公投意见发表会，请吴国昌的20岁少女黄阿欣，搁再呼吁民众投无同意，认为核三演的问题袂使干那透过一场公投决定。大家很理性来把自己的想法来讲出来，那让社会大众来看看哪一方他的想法来值得继续来做讨论。15暗下发表会主场会由屏东出来的民进党委曾瑞雄担任反方，正方代表是新兼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副召集人的核协董事长董祖贤，所以真受各界关心。记者采访报道。立法院伫今仔日通过防灾特别条例，预算规模增加到600亿，甲农业水利设施、电力还有这电信系统等重建项目拢有列入去。这表示宜兰和花莲台东有12县市停好用。另外也通过着这附带决议，淹水若阵淹超过半米悬，除了水灾的救助以外呢，一户阁会当另外领2万块。这个报刊的立旁伫咧台南7股大寮的大牌，是进前丹那市风台来，因为疫苗冲歹去，放弃的所在有甲80米长。台南市水利局出动大型的机具，要甲补起来。丹那市的时阵破去的，来个其他的雨花拢嘛不堪使用啊，规个总长嘛是盖长的，差不多几乎到咱这个要甲顶山的所在大寮大牌的雨花来甲改善。台南市府已经甲行政院争取17亿6千万，要针对大寮排水、做防水的闸门，甲加强保花等永久性的保护。因为丹那市风台甲后续大水雨严重损断中南部，为着协助灾区的重建，立法院会15、3读通过丹那市风台甲728大水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预算的规模提高到600亿，而且明定专款专用。我们中央补助给地方，这次要救灾的复建的这个整个复原重建的钱。一定要依照目的跟项目，不能够有任何非法的这个挪用。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的期限到明年的年底。不过，灾区复原重建的项目，包括农业设施、电力系统、甲自来水的设施等等9项。这9项是实行到2027年12月30日，下用的范围包括苗栗以南、甲花东拢总12个县市。
无论是嘉义、台南的民众，他们还住在这个帆布遮盖的房屋当中，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秉持重塑的原则。立法院嘛通过附带决议，因为水灾地属住户饮水救助，未受门牌一户来计算。饮水50公分以上的，除了按水灾灾害救助种类甲标准发放救助以外，按特别条例一户分2万块。若是有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一户分3万块。行政院嘛答应会遵守附带决议。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底，高雄桃园台20线有一家火5个人，规台车是载落去山坎，不幸落过往。加在呢有一个后生无对因做火起，不过保险公司说讲呢，明知影有危险，搁要去，无符合这意外险的资格，所以落尾是无要赔偿。顶个月高雄的桃园区台20线，因为大水河地基流失，细里的查某人因某含3个囝儿，人含车做伙落去170公尺的深谷，干那李先生囝都伫厝倒过。给弟弟做一个留念，不然他也会想妈妈。里面有妈妈的照片在里面呢，还有姐姐的。家属打算用保险的理赔来维持囡仔以后的生活，所传出保险公司以细里的查某人伫代志发生的时阵来回求帮助，落尾嘛落去山谷，互因认定讲明知影危险，搁去做，无符合意外死亡的要件，赔寿险未赔意外险。他要救人性的本能啊，结果他们的认知说，他明知道危险而为之。死者的亲属高雄市议员高中德指出讲，理赔金额是差400万到500万，即马搁在和保险公司在协调。我的故意行为是要直接导致这个结果，例如死亡或伤害的结果，我们才会符合这个故意行为。那在这个情形里面进行救援的动作来看，是不符合这个故意行为的定义。有律师认为，保险公司是以监视故意行为来定义细里的查某人的举动，但救援出来人的动作无符合故意行为。保险经纪人嘛认为讲，细里的查某人是车顶3个囝儿的监护人，本地就有避免囝儿死亡的责任，理赔案还有正大的讨论空间。小朋友在手无缚鸡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爸爸过去救小孩，也是在保障他宪法的这个生存权的权益嘛。或者说，今天保险公司他因为这件事情他不理赔的话呢，想必他有一定的可以增值的空间。除了意外险5个人内面，甲爸爸的户籍无伫高雄扣掉，其他的人拢符合高雄市微型保险的资格。所以因为市府是固定伫当年3月底的时阵报，5月生效，等于是未符纳入保险就死亡。面对意外险理赔的争议，专家拢建议向金融评议中心来申诉。防止控不爱理赔的保险公司是回应讲，细里的查某人敢若保寿险已经进入理赔的定数，意外险毋是因公司承保的。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那边河国中棒球队的箱仔车，今下晡伫咧国道3号上北鲜花路段时阵，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去弄到这高速公路的工程玩弄车。这箱仔车顶头呢有一个教练含7个囡仔掉伫咧内面。台南市的消防局呢是赶紧派人去抢救，赶送病院，其中3个伤势较严重。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棒球队是要前往这个立德的棒球场，与其他的棒球队进行友谊赛的相关的比赛。那也藉由这一次的这个友谊赛当中，期待学生能够尽情的发挥。那很遗憾是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我们车上有几个人？我们车上的话是由教练开车，那我们车上是一共有7位的棒球队的同学。这箱仔车的车头拢变形啊，因为因到外地去训练，下晡要登去学校，是由这教练来赛车，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去弄到这高速公路工程玩弄车。车顶呢有一个教练含7个囡仔，这教练含2个囡仔情形较严重，学校含家长也拢赶到病院，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车上有一个查甫人，可能是食酒醉，伫台中捷运的高铁台中站，甲这电扶梯的紧急暂停开关起落去，害规阵人险险啊跋倒。虽然这个查甫人是当场落跑，不过10时呢是有去撞到人。另外6月有民众通报讲，有旅客对天桥摔入去铁基路，现况中心去查，发现讲是这个人讲白贼，目前也甲这个乱通报的人移送法办咯。警方会同台中捷运人员，甲这10人查落，也对伊来说明原因。高铁台中站，然后有按1号电扶梯，导致他停机这样子。那你这个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这事犯的10人，车衫敢若因为啉烧酒醉，在中捷高铁台中站的手扶梯时，伫无紧急状况下，甲这个紧急停机的气流甲起落去，造成手扶梯随动停起来。差点造成后壁乘客摔倒，伊说是离开现场。
但是透早伊搁再坐捷运的时阵，捷运公司经由卡片手机通报，发现伊的行踪，随即通知捷运警察甲查来，并且依照违反这个大众捷运法，该开罚1万块。任意操作我们车站的设备，造成车站的设备停机，这是违反大众捷运法。警方讲，若安尼做，互人受伤，伤者会使依照刑法过失伤害来提出告诉。若互人受重伤，会使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30万块以下罚金。另外，伫6月底，刑控中心也接到民众通报讲，有旅客对市政府站跨过天桥，爬入去天基路区。刑控中心实施暂停列车，不过经过现场的检视，搁会看这个监视画面，认为是乱报的。哦，这样很不应该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不会，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种行为不可取啦，因为其实要有同理心，大家都可能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这件事情。警方伫7月25岁4单的查甫人到案说明，伊才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函送。中职讲，当班列车影响2分钟了后正常发车，也甲警方加强暂护巡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树林的大东山景观区，总有一个查甫人呢，为着要翕这日头落山，伊就爬去咧电塔顶悬，人失去这电就摔落来，搁再引起火烧山。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这个查甫人已经过往。山林大火，还阁一直听到手机烧甲白开的声音。警消赶紧由水线拍火。新北市树林区甲高山区交界的大洞山，14晚暗6点外发生火烧山的意外。消防局接到报案，派16台消防车加37位消防人员来拍火。山区现水源比较不足，那我们消防人员必须以徒步布线方式，一路布线到山头上。那另外火点因为有飞火延烧到2-3个山头，所以火势的范围非常的大。对边的山头看落去，火势愈烧愈大。报案的信上的女子讲，伊甲20岁姓谢的男子来大洞山耍。这个查甫人敢若是为着要翕日头落山的镜头，爬去电塔，卡到高压电自15公尺远的电塔顶头摔来，当场无性命现象。这个查某看到惊到，赶紧报案。卡到电迄当阵引起的火势，那个涂骹的草包啊，规个烧起来。福江电线路跳开，2号停电。我们的线路确实有受到一些这个电一跳脱了，一般的电塔离我们的地面都有一些固定的安全距离，步调塔比较确定之后，我们才能够掌握到它其实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台电断电抢救，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火苗已经拍花，详细死亡原因，同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小连线做风台，这中南部菜市产量减少，价小随来称悬。拜三西螺果菜市场平均的菜价1公斤是72块，创下新高，唔过煞来败市，昨是落到67块，有关是真贵。受到丹那市风台到7月28大水河严重损断中南部菜市产区，不将真的菜园各地整理，地蔬菜量少，价小称。13西螺果菜市场平均交易价1公斤就要72块，创历史新高。不过风台了后，因为经销商买意愿增加，整体菜价是落价。客户伊嘛买无啥个落，啊，即摆就是爱介绍，互你较稳定咧，介绍较稳定咧，爱互因接受到，有法度买。有起有落啦，所以市场机制也是加上慢慢天气慢慢比较回稳了，所以价格会一定慢慢回下来。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受到7月份风台甲大水河影响，西螺果菜市场当日的交易量干那剩500-600吨，平均的菜价对8月初1每公斤43块，继续起到72块新纪录了后，则是平均计价是85块，不过每公斤67块也是真悬。杨柳台风走后，那个你们对本地产区没有什么影响价格就自然回怼。启动了我们的蔬菜优惠措施，来便利我们消费者选购。那这个部分，我们辅导农民团体结合了全台的全联、大全联、爱买等连锁生鲜超市卖场。为着应用这波较贵的菜价，农粮署对15开始，伫全台湾全联、爱买等超市大卖场推出较俗的高丽菜专区，一粒高丽菜唔免90块，也提供真侪项菜色予消费者选。农粮署也讲，杨柳风台落雨是集中伫台南以南，因若伫北部甲中部，这种有叶仔的菜色产区影响较细，按算伫8月下旬地当陆续采收种市，菜价就会渐渐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高雄今年这风台雨水是真高，也互雷片组的通报案例对咧增加。卫生局统计讲，到13为止呢，拢总收到30例，有3例死亡。这死者拢是50岁以上的查甫人，其中2例有慢性病，1例捌接触到这风灾过后的垃圾水，另外1例是长期拢是食山水的。卫生局也提醒讲，灾后环境要变清气，才袂去感染到雷片组这款的病菌。风台来做水灾，真侪民众拢会牵拖清理到了伫咧垃圾水内底行，安尼做毋但危险到着伤，更有可能会去染到雷片组细菌。高雄市卫生局统计，到13为止，拢总收到30个雷片组病例，有3例已经死亡，死者拢是50岁以上的查甫人，其中有2人是慢性病患者，1例捌接触到垃圾水，1例是长期拢啉山泉水。有民众头摆听到这款病，感觉真恐怖。好像没有听过，今天才听到。只是你们应该都会知道说，如果手有伤口的话，如果有碰到脏水，是不是尽量就是避免？对，会就会戴手套，就一定要戴手套。那如果是比如说淹水会穿雨鞋之类的吗？可是有时候为了便利，就直接穿拖鞋出去。卫生局讲，雷片组这款病上接出现伫饮水过后，这摆30个病例内底，都有11例捌接触到垃圾水。医生提醒，因为传染的方式包括皮肤的接触、鼻孔输入去，也有接落腹肚。民众若是灾后要变环境，喙暗、手落啊、护的，拢爱招避。它的潜伏期可能从2天到数年之久都会有，所以你有可能短期内接触会有，或者是你几年前接触到，现在才发病都是有可能。那它的症状从没有症状到可能发烧、咳嗽、胸痛，这3个大概是最常见。灾后地区需饮用煮沸过后的水，或者是市售的瓶装水。居家环境可以使用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杯后进行擦拭。卫生局强调，因为雷片组发作较明显的镜头，就是发烧、咳嗽、胸痛痛。民众若是捌接触垃圾水，佮出现类似的状况，都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柯家祖、邱兆阳、高雄采访报道。那阵地东这苏花公路就大大小小石头，连落来塞车是变甲真危险。这公路局伫咧苏花公路一块崩坑试办地东经过系统，那阵出现规模5点控、进度4级以上的地东，伫电子看板就会提醒驾驶先甲车停伫咧崩坑内面，慢车驶出去。这是苏花公路引文崩坑口监视器的画面。8月7日下晡2点03分，发生规模5.2的地动，一架白色的旅行车紧急打档啊，因为驾驶看到崩坑口的告示，提醒有地动发生。这套警示系统为6月份开始试办，到达已经启动10届。包括仁水隧道、景文隧道、崇德隧道跟惠德隧道这4处隧道来进行这样子地震资讯告警系统的一个设置。地震规模5，然后震度4级和地震规模6.5、震度3级的时候就会发布警报。公路局表示，地动警示系统是咧接中氧气上述地动的资讯，会自动发布予对应的设备，提醒民众注意。不过有职业驾驶人员讲，这个会当保护崩坑内底的人甲车，那伫咧山路行的都要靠运气。地震啊，它没有警报的。对不对？它随时要发生，对不对？那又造成的灾害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对不对？你如果说已经受到灾害的时候，你已经人在那个地方。是。公路局强调讲，会当提早几秒警示，就会当提高民众伫咧苏花公路内底安全。试办到达，嘛发现民众大部分拢会当伫咧警示发布了后，随停伫咧崩坑内底。未来会将这套系统扩大到苏花公路沿线，还有台北线的崩坑。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有抓到一个诈骗网站，伊是假做一个真出名的购物网站，也因为这2个网站是生做要讲，目前上报有26个人去哄骗，这诈骗金额有到700多万。另外呢，这诈骗是真猖狂，有这个共犯加识了后呢，伊竟然阁翕影片教人安怎去共骗。那行政院长对应台是下令讲，就要追查这款的情形，也讲后一个会期呢，一定会把诈骗相关的修法草案送到立法院。警方过去公检，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0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讲少年数户民众和假买民间的网站诈骗，甚至顺线查出高雄市一间数位公司，那涉嫌提供电脑主机、伺服器、这硬体设备，搁到小界工程师负责假网站的运作。诈骗集团先透过网络交友接近被害人，彼此聊天过程中，开始游说被害人参加假购物网站的红利回馈活动，总计被害人计有26名。招诈金额达新台币750万元，
同款是设计网站，最近甚至有诈骗集团是借破发1万的议题，骗民众的信用卡资讯含国资。行政院带相关部会15到立法院，针对打造公令2.0来备询，表示对政府的执行成果无啥满意。我跟国人一样，都不会满意现在的任何成绩。我们第一线的同仁确实很努力，非常的努力在处理打诈。有成效吗？我认为成效不是太好。部长怎么看这个普发现金？因为现在变成诈团利用的手法。我们已经通报，已经警告。或就说请大家注意，现在的网站都是诈骗网站。对，但是书发部只有呼吁吗？没有更积极的做措施。我们看到会要求下架。第二，立委阁点出根据早期犯罪危害防制条例第47条，诈骗集团的成员若是认罪，而且甲犯罪所得交转去，就会当减刑。但真正所有最高法院裁定认为，只要甲收入6等来就会当，甚至有车手解释了后，高调分享安怎诈骗，拢变作立委质询的焦点。诈骗犯这么嚣张。出来之后，在假释期间还可以拍这种影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的判决书就是他的履历表，这是很可恶的一个行为，可怕，好，很可恶哈。是，那我想这个假释犯你查出来好不好？对这个被害被骗的，说不定就是1000万甚至1亿，所以我们认为是要以被害人的损害而说。所以我们最近有提出修法嘛，我们认为说还是要站在被害人的观点，对，他的损失是1000万，所以他应该又要负责这1000万来换取他的减刑。行政院长杜永泰嘛，发话讲绝对爱把这个个案找出来，马上就讲针对被害人的保护、诈欺犯的具体求刑，会积极和司法院来沟通，会把修正草案在后会期送入去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呢，有掠到一个姓因为嫌犯，伊和外国工程师合作，偷摕受害者的信用卡资料，家己开发软体头路卡。今年初到单甲人头路卡买的商品呢，价值是2000多万。警方也依照早期组织犯罪定罪，甲20多人移送法办。警察日去到这间透天，第2楼发现嫌犯。因为我们台湾一是那个保持什么？警方去抓人，这个穿乌衫姓杨的主嫌，甲外国的诈骗集团合作，摕到外国民众信用卡的个资，再搁找外国停息的工程师，设计非法行动支付的停息，再搁绑定因偷摕信用卡资料，伫全台湾各地百货公司甲店头偷入别人的信用卡。是从境外取得国外信用卡的资讯以及非法程式，把这些东西装在手机上面，那随即呢前往店家感应刷卡。那利用这个非法的程式去欺骗刷卡机。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犯案，因甲偷入别人的信用卡买来的商品或者是精品，会搁转卖出去。警方估计不法所得差不多2000万，上济捌估一天就入400万。今年年中有银行的风控部门发现有各样，所以甲警方报案。线上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信用卡，或者是使用完之后直接把它删除，有储存密码的相关功能。比较喜欢去 ATM 去处理，或是临柜去处理这样子，宁愿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比较有保障。警方表示，这是国内头一个智慧型共偷入信用卡的集团。受害者大部分拢是美国甲日本信用卡的使用者，警方甲这个姓杨的主嫌，甲下底共犯等20个人，以诈欺、组织犯罪等的罪嫌，移送台中检方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有国公客运南部员工伫咧社群网站讲，收到公司意愿调查表，看敢要调去别个车站，或者是配合资件。一个员工也讲，这台南、高雄、屏东拢要收起来啊。公路局是正式讲，国公客运当咧调整，一若台南、高雄、屏东3个站8月底到9月初就结束服务，一若本地服务落线，会找别个业者来接。这台车顶敢若有2个乘客，拜五下晡为屏东驶去枋寮的国公客运，人客真少；驶去台北的路线人就较侪。为学生时代就搭国公客运南北来来去去的李先生，听到国公客运屏东站可能要收起来，感觉真无彩。屏东又是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区域，它没有到高铁直达，当然说我们的交通条件应该也还是会比东部再好一点。可是我觉得像这种很方便的长途客运还是值得保留。伊要定起来，那是他们的权利啊，爱对不对？那是关的，他们是要赚钱啊。因第一个目标嘛是就是爱赚钱啊，你无赚钱，你要叫咱怎个再营运嘛？有国公客运的员工伫社群网站铺文，
公开公司本的暂无意愿调查表，会当选择同意调去家己以北的车头，包括总公司拢总15个所在，或者是选择无同意调单位配合资遣。而且讲南高屏拢无啊，遂引起讨论。了后，伊遂甲文章抬掉。也若国公客运证实，当咧中正当中，嘛会尊重员工的意愿。就看他的意愿。如果有意愿到北部的，我们当然欢迎；不想上来的，就进入这个之前的程序嘛。国公客运中日已经启动财务改善的措施，除了处理资产嘛，就省钱。以台北转运站做例，为原地2楼大厅搬去4楼较价，要省一寡租金。公路局讲，国公客运台南高雄屏东站，按算8月底至9月初会收起来。公路局最近拢有定期甲国公开会，确认路线。这些路线这个协调业者的部分呢，我们公路局都有定期的开会，那协调相关的业者来做无缝的一个转移，大概是属于中南部一些比较长途的路线，大概它需要我们一起来协调。公路局讲，国公客运目前了上济路线是高雄到垦丁的4条公路的客运，已经有协调其他的业者，利用目前的场地甲车站，还有人员来接手。原则上是袂减班，嘛袂影响民生的需求。因为国公客运半年来已经有2届较慢发薪水，公路局嘛严密监控，随时了解国公客运公司发薪水的情形，还有感受正常派车。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上对处女膜这个词常常有错误的观念，拢是认为讲用来认定这女性感也是在色的。这款性别歧视的名称对女性是真无尊重。目前政府已经把这处女膜正名改做阴道斑，未来健保给付的项目也会对你改名称。处女膜这个词，真侪人会联想到是女性的第一届性行为，也是该用来分辨女性是不是在色。有妇女团体表示，这知识若无正确，对女性来讲嘛真无尊重。经过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已经把处女膜正名改号做阴道颈膜，也是阴道斑，嘛把恶露改做产后排出物。今年的教育部在它的国语词典里面也把处女膜这个字改，就是说重新定义，给它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啊，就是阴道前膜或者是阴道瓣。拜高民团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出有真侪医美诊所会打出处女膜修复手术的广告，内容充满错误的价值，亲像一个决定换来一世人的信任这款标记。民团认为诊所用处女来做行销，这款手术的行为应该要全面禁止。不过妇产科医生和卫福部拢表示，要全面禁止是有难度的。我们的想法是说，不能用处女膜修复术来变成一个收钱的一个工具，但是假如它是阴道前膜裂伤出血，那应该这个修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要治疗疾病。没有医疗的必要性，是想要跟需要，这是两件事。其实这需要讨论啊。卫福部认为，目前上要紧的是传达正确的观念，予民众对正名开始，若是医疗现场禁止使用，未来健保给付的项目嘛会调整，避免使用有性别歧视的称呼。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台南的市定古迹丰神庙要300年的历史啊，庙后的空地有业者拍算要起厝，在地有人是真反对这支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要求市政府莫予因通过。那文化局是回应讲，已经有和地主协调，甲这建筑物对5层降价到3层楼缩小规模。由民间组成的抢救丰神庙联盟，14提大型配卡，内底装的是5000支的诉求，要向市府表达守护丰神庙的决心。主因为有将近300栋历史的市定古迹丰神庙，庙后壁本正计划要起一间5层楼高的民宿，不过因为离庙干80公分，惊庙体会损害去，兼影响整体外观。当地民众嘛认为安尼是无该特动，起一间现代化的民宿咯，安尼敢好敢？无盖偌好啦，就还是可能要保留一下文物啦。两岸的那些官员都是会先进丰神庙这边朝拜，然后才会进到那个台湾陆地上面来。这整个是台湾府的一个门面，重要的一间大庙，
怎么可能庙地是这样子破碎的？洪神庙头前的接官亭甲牌楼形成完整的历史风貌，不过因为庙后要兴建大楼，引起民间团体烦恼，联名调一人强调，以文化资产保存法34条第1项，营建也是其他开发行为，拢袂使损害到古迹，若要起诉嘛袂使妨害到。尤其正洪神庙打落重本的修复，也为着建筑去牺牲着历史价值，因认为安尼无啥理想，文化局回应已经有参地主协调。会定设计改建案。从原来的规划从5层楼，已经现在下降到3层楼，地主也愿意再由庙方后面的背墙呢，再退缩更多的一个空地。它的地目是4，慢慢的怎么会变成呢？在民国79年的时候，陆续切割的3块私有地，民国80年就被卖掉了。可是中间我们觉得那个过程弊端重重。经过了解，1994年市府甲洪神庙划作古迹保存区，不过庙后的1417地和这块地无划入去，所以这块地是会当起的。但是针对文资法第34条的规定，文化局要求地主要提出安全评估参建设计划。文化局嘛讲，地主伫7月底已经照规定定上案，不过建设计划搁爱补件，到时才搁定心查。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既然东山乡公所有伫咧旧溪楼经营电动船，航程干那25分钟走1公里尔。地方是希望讲这条航线呢，会当救到水火东源迄带的观光景点。迄咱县政府是回应讲，这段航线敢要开放给公所，这部分阁需要讨论。这电动船由东山河乡公所伫旧河道兴建码头经营电动船航线正侪年，当年差不多吸引5万的游客，按过规航线长度敢若1公里，航程差不多25分，规模无大。地方向县政府争取开放航线，延伸到出名的景点水火东源。如果说有办法呢，从我们东山河旧码头来到我们水火同源这个地方的话，第一点呢，它的整个游程的整个内涵深度会提升。那第二点呢，游客从东山河来到我们水火同源这个地方，也能够促进我们就近商圈的发展。既然为咱客来就讲伤短啦，摇头无为啦。水火东源水中出火景地，即卖已经打造成亲子公园，也吸引不少游客。地方希望透过延伸航线，将观光效益扩大。伫附近的店主因嘛拢真赞同。如果来延伸到这边来，稍微远了一点哈，可是这里如果有的话，那更好。不过，目前县政府当地办理东山河航运委外案，虽然经过2届招商拢流标，县政府也是决定停开，向竹山市争取可行性评估经费。有关东山乡公所建议把旧河道的航运延伸到水火同源这个部分在东山河整体河段未委外之前，县府正在讨论是否能够提供给东山乡公所来经营。因为委外案停开了后，也需要1年外时间才当完成。这段时间是不是开放航线，和东山乡公所？县政府表示，内部还搁在讨论。记者采访报道。台东地上和关山有真侪业者伫咧租借电动3轮车和4轮车予游客。县政府为着要加强管理，今年6月开始呢，照规定核准20块牌照予业者。不过一台车若要领牌，上无爱开1万块。即马是有真侪业者一个伫遐调度。台东县府委托验车的业者，这个月去地上乡办理3年以上营业用慢车验车发牌。一间租自行车的业者，经过检验，电池也有时速25公里以下控制等等的检查，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慢车的规范。这个月领到地上头一张慢车的牌照，正式挂牌上路。我们努力了5年，终于可以合法挂牌，这样子安心在路上行驶。县府表示，地上甲关山推动慢车旅游，业者甚至有推出3轮以上电动辅助自行车。不过因为清在传出交通的意外，游客租车无保障。去年12月，县府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制定而且公告，台东县3轮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经过半年的辅导，今年正式实施。目前已经发出20张合格牌照，会当投保。不过部分业者的车拢是固倒起来电动辅助自行车，要摕到第三方验证出厂的证明，一台车至少都要1万块才会当验车领牌，所以还阁伫咧观察。不过即马已经正式实施，若无领牌上路，照交通的条例会互裁罚。
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1200元至3600元罚款，并禁止车辆行驶。那透过我们这个挂牌之后，未来所有的业者，他们可以为车辆进行保险。因为目前业者敢来当投保产品责任险，游客保障也是有限，官府呼吁业者都要按规定验车领牌。未来官府会争取甲保险公司讨论投保第三责任险，来加强游客保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基点的海军技工宿舍交予这中山大学了后，学校对10年前开始透过产官学来合作，把这偏远的宿舍变作是中教基点，也可艺文中空间。上尾一间已经改造好势啊，唔那是这社区大学基点，也有独立册店。主任将电话测度，也代表基点的社区大学基点，甲唯一的独立册店，对15起会伫海军旧宿舍者为大家服务。册店店长讲，旧宿舍的翻新，所有工课拢是家己来，甚至连册架啊，拢是伊去捡房啊回来，甲社区大学的职工豆豆啊磨，豆豆啊订。店长讲，放弃进前的店面换来遮，一切拢是重新开始。当然，伊的册嘛有特别见过。我希望大家来遮的时阵，会当更加了解在地，而且佫有居民。会当参与伫遐交流，所以有了啊改变的所在，就是阮尽量会当互大家知影讲造船产业，还有海军的这个设施，关系咱在地一寡少年人，也是讲想要往迄教学发展的，所以这个据点希望是一个人才培育的基地。无论是社区大学，也是独立册店，拢将因家己当作是推广在地文化，甲培育人才平台。这也是中山大学对10年前开始改造海军宿舍的上大愿望。校方讲，这区旧宿舍爬远上久，无人愿意打卡到。这10年来，透过产官学的合作，因豆豆款一搭一搭整理。这阵唔有照顾时代中照据点，阁有艺术家来驻点。随着最后一搭宿舍完工，后续的工课也准备启动。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在地的人文跟教育需要来兼顾。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进来这边的进驻的艺术家跟店家，都是有一些社会关怀跟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创心理。校方公开10年时间来改造海军旧宿舍，现在硬体设备已经准备好势，各单位也刷刷地进驻。希望在咧培育人才的同时，也当替基地的发展带来帮助。记者柯家朱、邱朝阳、郭永昌报道。高雄的现代发电厂这烧土炭基座已经停止无放啊，不过审计部所发现讲，台电继续伫咧买土炭，而且这3年来放伫土炭，这放伫咧仓库呢，竟然家己烧起来就255解。民代就批评讲，这市政府拢唔知影实在是伤过限啊，也烦恼讲会造成意外。中央甲地方民代5月下旬正立兴达电厂勘查，因为电厂摇味的3号、4号机组偷啊放，引发外界关注。审计部上新的报告，阁发现，兴达电厂烧土炭的3号、4号机组，对去年15月开始停放到今年3月底，后续的启动时程也未明确。但是台电去年15月也是买土炭坑咧，阁真侪解家己捣毁。我们的环保局知不知道？显然不知道。好，那你不知道状况之下，你需不需要做额外的通报？因为这个完全跟你的生媒许可其实是有一点类似违规。报告指出，兴达电厂这3年室内土炭仓库合理烧起来有255解，因为土炭坑上久，家己捣毁，就要赶紧提出来送机组烧，家己烧烧咧，才袂搁捣毁，引发民代不满。这支兴达电厂3号、4号机操作的许可证，早就伫去年9月底就废止，是安怎可会使买土炭，还佫有家己捣毁了后送机组提去烧土炭发电等后续的动作，批评市府拢唔知影是一叛国。煤自燃的现象，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了。那台电其实针对这个情况也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114年到现在，今年到8月为止都是没有的。台电回应今年度报告发现，兴达电厂土炭仓库家己捣毁的状况，会继续真正改善。高雄市环保局是表示，最近3年无接到民众တင်情，也是通报兴达电厂室内土炭仓库合理烧起来地数火灾，加上家己捣毁范围有限，而且敢若伫仓库内底，无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后续的无定期稽查来预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大城有业者要开发光电，当地农民是组成自救会抗议，要去到县政府头前定情，希望政府呢会当同齐来守护农民种植的田。守护家园，反对光电。
大城乡的农民甲居民组成自救会，伫中华县政府头前大声喊口号，反对农地开发耕田，希望政府替因守护碳食农产。哪会当留互阮种做啦？啊，一个咱清气的土地种出来的物件，大家嘛较敢食啦。我们村世代都是为农的，业者一句低地利的推辞，就让我们的优质产地变成那些不好的地。有耕田业者按算伫大城乡的金庄村40公顷的土地，申请采5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设施，但是自救会指出，目前中央并无公告实施大城乡低地力耕田示范区的计划。耕田业者说，伫这个月初5办说明会，讲是为着配合政府的低地力政策，要来开发地面型的耕田场，根本是欺骗的行为。中央还没有公告，但是我们今天有看到有业者要来送件，甚至来办说明会。我们希望县府能够来协同，然后来支持这样不划设的这个诉求。按照电业法的规定，就是讲以筹设许可，过来就是爱施工，再取得电业执照。筹设许可前爱办说明会，所以地方政府家根本就无收到，要台北就讲无收到。官府说明，大城乡339公顷的低地力耕田示范区是中央画设，目前暂缓实施。官府者嘛无收到业者的申请案，并对耕田开发拢会严格审查，做好监督。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一大堆无爱地的这太阳能光电棒，苗栗县一间回收处理公司，就甲这物件呢顶伫咧大路边去，互民众检举讲是影响到交通。环保局来稽查了后，也要甲业者开罚单。业者表示讲，因为南部目前呢需要回收的这太阳能板强增加足多，配合政府处理的量是加1倍出来，啊那路边顶掉的这部分有先刷走啊。无爱地的太阳能板贴几塔放伫路边，有一寡也占着车道。苗栗县东路工业区丰兴环境科技公司和民众检举，物件贴占伫车道，影响车辆通行。当地人甲外地游客也认为安尼唔对，官府决定要甲罚。虽然是一个绿能，但是它以后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了，这一块没有拿出来讨论，所以造成今天天后稍微改变，它就承受不了。那造成社会的负担。不要说你就贸然的就直接就放在这里这样子，当然应该，因为虽然我是外地人，可是我也觉得说，其实他们在地这些应该都会有一些反弹的声音的。环境部统计，7月单那4风台中送南台湾回损14.5千片的太阳能板，总重量大约2800吨。因若国内会使回收处理废弃太阳能板业者，敢若有4间，丰兴就是其中之一。只有手骨外口路边已经无看这派去的太阳能板，不过门口也有部分拆解了后的阿鲁米坑。等待资源回收商再走，环保局13派员稽查，确定业者违规放地遐属实，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并且要求限期改善。该堆置地点与其处理许可证所核定厂区配置图不符，未依许可证登载内容运作，已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2条规定，环保局将依法裁罚，并限期完成改善。我们在作业的时候，我们会先下车，就很整齐的排在路边，然后每天就是晚上收工以前，我们会把它清除到里面。既然说民众有这个意见，或者舆论有这个意见，我们就如你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就是都在场内的。业者真无奈讲，配合政府加速处理废弃的太阳能板，原本一天会使处理50吨，最近增加到70到100吨。路边的太阳能板是暂时放伫遐，每天暗时就会运入厂区，毋是讲违法，放遐放真久。未来减少这处理的数量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第14熊熊落大水后，甲这条线的路段，这其中的休困站是冲到海去。印度官方15的数据讲有超过5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上无有50个人失踪。那当地政府已经下令暂停所有调升活动，这是8月以来发生伫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第2站内山造大水事件。民众规个面拢是落寒梅，真虚弱咧等待救援。印度克什米尔14熊熊落大水后，家己去德瓦查所地人的游客休息站，甲社区的灶卡冲歹去。这是去喜马拉雅山高海拔马恰尔马塔神庙唯一的路，所有要去遐的人，敢若会当直接落车，搁行去庙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有超过200个信徒，拢伫灶卡内底准备要食中昼，煞熊熊去互大水流去，真侪信徒是惊甲大声喝休，嘛有人怎行甲哭出来。
मैं तो गाड़ी के नीचे फंस गई थी। मैंने तो होप खो दी थी कि नहीं मैं नहीं हो पाएगा। फिर मेरे को मेरे फादर दिखे तो फिर मैं वहाँ से थोड़ा हिम्मत करके निकली। जब तक मैं निकली तो मेरी मम्मा जो है वो बिजली के खंभे के नीचे थे, उनके ऊपर और बहुत लोग थे। मैं तो जैसे तैसे करके निकल गई, मम्मा ज़्यादा इंजर्ड हो गए।救援人員、警察甲軍方接到消息，隨去搜救。第一站海內底，希望找到其他的生還者。今年釣繩的活動為7月25開始，到9月初5結束。這個山頂拼大水落來的災害，當地政府遂下令所有活動攏暫停。भैया हमारे सामने 2 मिनट में आँख 2 मिनट की बात में नहीं पता नहीं क्या हो गया भैया। मैं क्या बताऊँ आपको, मेरी बेटी मिसिंग है, मेरी बेटी को जहाँ से मर्जी ला कर दो।這個落超磅的大水河，印度總理莫迪甲罹難者表達哀悼，答應會提供一切救災的援助。專家指出，極端氣候愈來愈嚴重，大水河發生的幾率增加。8月初，印度喜馬拉雅山的山區則因為大水河造成災害，死亡人數可能超過70個人。當地氣象局預測，這幾天佫會落大水河，可能會佫造成水崩山，甲山頂拼大水落來。公視新聞深度報導。南韓總統李在明上任了後，就對北韓較優先，把這邊境新立戰的風扇頭拆掉，也減少軍演。即擺也傳講北韓這邊態度也較軟啊，嘛要共款學因把這風扇頭拆掉。不過金正恩的小妹金與正是出面否認，也講這南韓是佇咧韓面。為了回應北韓，一直放噴射氣球去南韓。去年6月，蘇當時的總統尹錫悅，和南韓軍方在邊境擴大設置新增廣播的風扇頭。即馬1年過啊，南韓總統李在明上任達2個多月，為了促進南北韓的關係，主動把這風扇頭拆掉。 우리군은 오늘부터 대북 확성기 철거를 시작하였습니다. 이는 군의 대비 태세에 영향이 없는 범위 내에서 남북 간 긴장 완화에 도움이 되는 실질적인 조치를 시행하는 것입니다. 幾天了後，南韓的軍方馬上撤掉北韓，把邊境45台風扇頭其中的2台拆掉，因為李在明政府的善意冇得到好的回應。不過10時金正恩因小妹，也就是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與正，透過官方的媒體調動社發聲明，甲南韓嗆講因是家己想家己對，嘛用標題口說講，少年5夢攏是空思妄想爾。 金與正除了否認北韓有把任何風扇頭拆掉，嘛講無想要改善甲南韓的關係，嘛袂甲美國、韓國坐落來對話，所以北韓無咧要求南韓敢是有甲風扇頭拆掉，暫停新增的公布，嘛袂延後或者是縮減美韓的軍演。不過南韓的合同參謀本部嘛回應講，北韓是無想要互看做是咧回應南韓，才會派金與正出來放調。每一年專人固定的舉行的美韓年度聯合軍演。 一直自由護盾，會喺8月18舉行。這場軍演的目的是因應北韓愈來愈嚴重的核武威脅。不過李在明為了提出善意，已經把今年40場實彈演習內底20場延後去9月份來進行。公視新聞洪祖美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6度到37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5度到34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5度到34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5度到33度。平陽、金門、馬祖對27度到33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新聞，我是嘉豪，咱再會。